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講嘅問題咧係中國嘅教育。中國嘅教育嘅實質究竟係咪真係想教育人才，定係統治階級所設計嘅一場洗腦工程呢？每一個人都以為呢個國家係想培養緊人才嘅，而實際上佢哋只係想培養個乖乖仔，一個唔好質疑、唔識得質疑、唔識得諗太多、唔好搞嘢嘅乖乖仔呢。呢個乖乖仔最好淨係識得打份工、養家糊口、供樓供車，冇咩政治觀念，咁樣嘅人生就係佢哋所希望你所過上嘅圓滿嘅人生。而事實係點樣呢？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三樣嘢嘅啫。第一個咧就係義務教育，第二個咧就係初中升高中嘅問題，第三個咧就係英文嘅問題。點解中國嘅義務教育淨係停響9年，唔肯再做多3年去到12年嘅義務教育呢？點解初中升高中硬性咁樣就要斬50%，一半人就直接宣佈咗佢哋嘅人生就係咁樣啦？點解英文嘅教學會越嚟越少，個比重越嚟越低？佢哋係想你所謂嘅減負呢？定係佢哋唔想你睇到呢個世界係點樣嘅？嗱，先講9年義務教育先啦。佢哋係咪冇能力將呢個國家嘅教育體系延長多3年呢？依家所謂嘅義務教育係從1986年開始嘅，到今時今日已經係40年啦。呢9年義務教育係小學6年、初中3年，唔多唔少。呢個教育做到初3呢，就 over 就完結咗噶啦。中國中意歧視啲經濟差嘅國家，好比如東南亞，響佢哋睇嚟係好落後嘅。但係就係呢啲國家都已經實行咗12年嘅義務教育噶啦，比如泰國啦、菲律賓啦，甚至乎係印度尼西亞、印尼都已經係12年嘅教育噶啦。你會問點解佢哋唔會將義務教育擴展到高中呢？係因為政府冇錢？唔好搞笑啦！我哋每年幾千億咁樣起高鐵啦、維穩啦、搞坦克啦、搞航母啦，邊度會冇錢啫？問題係讀多啲書呢，人係會醒嘅，係會唔信就會攤牌嘅。咁樣嘅人，佢哋咪唔好管理咯。你讀得書多就會開始識得分真假，你睇得書多就可以開始會唔信單一嘅版本。你睇得書多就唔會相信好多嘢咧，唔係淨係得一個版本。你諗得越多咧，對於佢哋所灌輸嘅嘢咧，就唔會照單全收。所以咧，呢個就係佢唔想見到你哋一個識多啲嘢嘅人咯。教育得太好，對於一個想要控制輿論、穩住階級架構嘅政府嚟講，係有風險嘅。所以咧，就係話你識少少嘢就得啦，識去打工，成為佢哋呢個體系入邊一個螺絲釘，咁就已經足夠啦。呢個就係最重要嘅原因，唔想你識得多啲嘢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初升高50%嘅升學率，體制性咁樣摧毀夢想。講到呢一 part 咧，我真係好嬲，好嬲。因為咧，中國好多地方初中升高中淨係一刀切50%嘅升學率，亦即係話一個班30個人，淨係得15個有得升高中，另外一半咧去讀職業初中，另一半咧就去讀職校啦，去技校或者係直接出嚟打工。你嘅人生15歲就已經 game over， 你有冇搞錯啊？15歲嘅人生青春懵懂，乜都未識，唔搞清楚人生係咩，就已經俾系統性咁樣話俾你聽，唔好諗咁多，你唔係讀書嘅料，落場打工啦。我嬲嘅地方係在於人點解係人，就係因為每個人行嘅路
所走向嘅前途都充滿着各種嘅可能性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就係畜生嚟噶啦。最諷刺啲嚟講咧，依家嘅職業學校根本就唔係咩技術培訓嘅搖籃。呢啲職校嘅師資往往嘅配置都好低，教學嘅內容同社會都係脫節嘅，根本就跟唔上呢個社會嘅步伐。好多都只不過係低配版嘅工廠嘅預備班。早啲訓練你做個聽話嘅員工，日日咁樣打卡，唔好多嘴，唔好講多嘢。一個制度點解要咁樣設計啊？因為佢要響呢個時候劃條界線。佢哋認為讀得書好嘅嗰啲人咧，未來可以做白領啦，考公務員啦。而升唔到高中啲咧，就係未來嘅藍領。唔好諗咁多嘢，你就去係一個螺絲釘，你就係一個打工仔。呢個唔係選拔，呢個而係階級複製，人為咁樣切斷咗所有階級變遷嘅任何機會。你讀得書唔一定係你唔掂，有時真係因為你生錯咗地方，運氣差咗啲，試太難少少，甚至乎你個老師唔夠力教，咁你就輸咗。呢一刀切嘅背後係一種冷血，你嘅潛力幾多根本就冇人會諗住幫你發掘，太麻煩啦。佢哋要控制階級嘅變遷，最簡單嘅就係提前分流啦，唔好亂咁走。第三部分咧就係想講英文嘅教學縮水啦。中國近幾年嚟咧係不斷咁樣降低英文嘅比重嚟嘅，高考英文嘅分數減低咗啦，有啲地區唔再列為係主科嚟嘅，小學英文嘅課堂亦都減咗堂數。有啲人就振振有詞咁樣話，我哋要有文化自信，唔使學英文，唔使睇老外嘅面色係點，聽落嚟幾有型喎，係咪？但係諗深啲，佢哋唔係，其實咧佢哋唔係想你識睇英文，而唔係想你睇到出邊嘅世界。依家現實嘅世界係點咧？英文係一把鎖匙嚟嘅，睇翻 Internet， 睇翻互聯網啦。英文嘅內容佔比係60%，而中文內容咧淨係得1.3%。唔識英文，咁你就唔使靠翻譯，就可以直接咁樣去睇學術資料，去睇出面嘅新聞，知道出邊發生緊啲咩嘢，亦都知道鬼佬係點樣真正睇中國嘅。你唔識就可以如果你唔識英文，你咪淨可以睇中文內容咯，咪淨可以靠微信嘅內容咯，淨去睇 CCAV 點樣同你講咯。世界呢個世界，全世界都讚緊我哋，人哋係佩服緊我哋，你信唔信啦？日日咁樣同你洗腦嘅話，所以咧，佢哋減除英文嘅教學，講到底唔係為你哋好，只不過佢哋唔想你哋睇到佢哋嗰個防火牆之外嘅世界係點，佢哋喺度消滅緊你嘅認知力。佢呢啲係文化自信咩？梗係唔係啦，呢啲係文化自閉嚟。今日講嘅3樣嘢總結起身就係得一個詞嘅啫，控制。佢哋控制緊知識，借俾你讀到9年。佢哋控制緊機會，初中15歲嘅細路仔就要分流，就要控制你嘅命運，其中一半就要退場。控制緊資訊，唔俾你哋學多啲英文，唔想你哋去了解防火牆之外嘅世界。如果到咗今時今日，你以為教育會改變命運嘅話，就真係冇咁天真啦。你學得越多，讀得越多，明白得越多，只不過係加大咗佢哋管理嘅風險啫。講到呢度，唔知有幾多人同我有同樣嘅感受呢？今日講嘅呢3樣嘢，都係我親眼睇見、親身經歷過、親身體會到嘅最感觸最深嘅3點。呢三樣嘢，
如果你都有同感嘅話，俾個 like 我啊！好啦，今日次就講到呢度，下次我哋繼續講真話。